台视新8点档，梦乡。你敢唔知影用大路沙伫倒？该请你一定哦，无你去迄边市场问看嘛，好无？多谢，多谢。王理长，请问一下吼，利用大路车敢有伫咧遮附近？利用大路车，嘿，俺遮落入去吼，即我家咧大路遐就是啦。多谢多谢啦。拜。阿云啊，咱真是找到阿久安尼。哎呦，太太，你是要来倒暗，还是要来求客哈？无啦，请问恁头家有伫无？你要找头家？啊，你是找头家要创啥？我是头家因小妹啦。你阿勇因小妹？我都唔知阿勇有一个这么少年的小妹。啊，你是叫做啥物名？我叫做赖春潮啊。你叫做赖春潮，你姓赖？是啦，我是来投靠我阿兄的啦。好安尼哦，好，你踮咧遮等哈，唔通走哈。唔乖吼，我洗出来了，来，妈妈甲你套落来吼。真头家搞拿饲查某，我一定互你讲。头家，哎，师傅哎，你来啊？有人要找你咧，讲你小妹。什么小妹？我哪有小妹？啊，你有小妹还是无小妹？迄我唔知啦。啊，不过人点名要找你啦。我你起笑，我当时有小妹。当然，你是我的物件收收你做你去啊！我你讲哦，你吼，咱两唔是款啊。啊，你老不是嘛？你无是讲人家又去你面做小妹，你怎已经囝生啦？你对不对？安尼做这你才会养得中，安尼你才会爽哈。哎呦，水某，啊，甲你也唔是唔知，我带你了后，我会记录清白。我对某你始终呢，我有当想要安怎，气魄无够，我唔敢呢。好，家己讲出来吼，心肝伫咧领吼，你是讲若娶死你咧后面，做你较好看就对啦吼。哎，水某，你若唔信哦，我就抓。免就抓啦，一定是无人敢讨起兄啦。你带你来去吼，面对面，啊，看到时阵你加出你去变阿水，看到谁念去，走，走了，水某，妈呀！出来，一听，听好了。听好了，马小姐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来，那拜托，小甲阮两个介绍者。哎呦，冤枉啊！我根本都无熟悉啦。啊，你是啥？有看的无？好啊，你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搁做甲食饱，无怪恁两个伫咧斗阵。免啦，我家己瞧啦，闪啦。我规气安尼讲较白啦，伊是阮翁，我是因某。
啊，你讲是伊的小妹哦，啊，咱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伊姓丁，啊，你姓大，啊，你毋知是倒一种小妹哈？啊，搁有哦，哎呦，你查某囝甲带到阮兜来，啊是安那？你来找阿兄无够，啊，连查某囝要找叫阿爸呢？我咧甲你讲，你是无咧听药啦？阿婶啊，我想你是误会啊啦，我是来找阿勇的啦。对啊，伊就是阿勇啊。啊，搁有吼，踮咧我面头前，较莫甲我叫阿婶哈。哎呦，小姐，小姐，查某囝较大人，你小姐。哎呦，你嘛莫要害人免牙刀，我甲你也无熟悉，啊，你若要害我，嘛毋通伫阮某面前。毋是啦，我是来找阮阿兄阿勇啊啦，罗相勇啊。罗相勇，算是罗相勇哦。哎呦，啊，都阿雄啊！哎呦，阿雄就阿雄啊，什么叫阿勇，害我听甲唔飒飒呢？较早伫咧厝诶，我拢叫阮阿兄叫阿勇啊。哎呦，小姐母规步，我的正名叫做郑英雄，啊，恁阿兄有做相勇，为了要分得清楚，所以我拢叫阿雄啦。哎呦，你母甲一脸连糖啊呢？哎呦，安尼，安尼伊真是不是恁小妹啦？啊，我拄则吼，安尼踮咧大众地面头前甲你闹开，歹势哈。对了，所以你这查某人，头壳拢地屎啦，正较芳。我就是真正互你有面子，你才足大声呢吼。哎呦，太太，啊歹势啦，啊我拄则吼安尼哦，错汤夹咧去咯，讲话有较险，歹势哈。歹势，我吼还蛮嫁某啦。袂要紧啦，恁家是来甲阮阿兄斗骹手的，阮阿兄当然为着你改名。我阿兄这头家啊，做甲真体贴，拄则是啊误会吼，阮来计较。好，对了，毋对，无啊，你即摆讲迄头家是你讲倒一个人啊？就是阮阿兄，嘛是恁头家啊。好。英勇大女侠，对对啊，啊都无毋对啊。你是讲奇怪，啊咱英勇大女侠当时头家换上，就是安尼，以前你毋着呛声讲要找头家，我毋知就是讲会来找你。对对啊。啊你若讲阿勇可能会闹双胞会混着，啊你若讲头家阿勇，免得说八面都是软啊，无毋对咯。这无去甲毛清楚，你来啥？毋知搬到一出来咧，来去毛看卖。你讲恁阿勇哥哥讲，这间旅社是伊开的，伊头家哦。是啊，伊咧开旅社的时阵，佮搞调钱，讲这嘛算是我投资的啦。伊是旅社的头家，我就是头家娘啊。我从来嘛无想过讲，我会做啥物旅社的头家娘。啊，毋过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会对咱人来投靠阮阿兄啦。原来就是阿雄咧骗恁小妹啦。水某，我看吼，咱莫甲吐槽，互伊伤心。规气哦，叫伊入内底休困，等阿雄倒转来。好。这位太太，我看吼，你先入内底休困，阿雄可能还没转来。对啦，啊你今仔咧抱规工嘛，话要忝死，啊无你去房间去体者，啊行李我甲你关啦。对啦。安尼就交了啊啦。哎呦，就安尼讲，我进来，来，啊咱妹妹来，行，咱来去吼，行，来，啊对遮来，哦，这边。哦，这个死囡仔熊，讲伊是李氏的头家。哦，等你转来，看恁爸安怎甲你修理。哼！阿哥啊，你小等下哦。嗨，阿 Q 啊来啦，紧快来去到回家室咧。啊，你搁咧丢啥啦？
你行啦。讲，什么人刚才讲？你若唔去哦，因为口甲你要断哦。我无应该怪你，也无应该对你遐歹。是的啦，你唔通见怪哦。这也无啥物啊啦，迄当初你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，无代志啦。对啊，你安尼急甲安尼，敢若无代志共款，安尼我会愈艰苦呢。真正无代志啦，只是吼，阿妹拜托我的代志，我会尽心去甲伊做好啊。你安尼甲阿妹斗相共，照道理来讲，我应该甲你说大声。啊，毋过我昨阿海啊，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好无？你讲啊，假使你若真正毋甘阿妹离开，安尼你就袂当失志。你爱想办法去甲阿妹找回来啊！无论讲吼是爱行偌远，嘛无论讲是爱找偌久，你拢袂当放弃。你爱答应我，一定爱甲阿妹找回来，好无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啊好啊，这唔正紧啊吼！叫伊买一个物件买啊久啊无看人，吼，实在哦有够搞数的啦。我转来啊！哎，等下我，这头罐羊肉真正赞，去买去买。滚！你母几包久？啊母这两条哦。歹势3条，唔是我咧偷单啦，600啦，我算专门套的。我规条量要甲请开，290几条我带入去，可怜。我甲吐3条，等来食。啊，我较辛苦，我食2条，你食1条。哦，对呀。我叫你买个粉嘞。粉？有。无啊，我叫你买个粉啊。你叫我买粉哦？嘿，哎，阮阿嬷就讲吼，食粉太唔好哩咧，对。我想要按水啊啦，食粉干么？我是讲食粉，喂就多了。你别惊我，你假是别转，只干嘛干会晓磨飞爱搏，哈？要我哦，乖呀，好呀，好。你真卖头在上咯，哈？我问你，你是安那讲讲，这间李氏的头家是你？哪有啊？我就抓。有个无？恁小妹都已经明明找到这来，你搁敢争？阮小妹，嘿，你是讲春条啊？啊无你是几个小妹？啊，阮小妹毋是大汉咧做少奶奶，啊，若无头无是走遮来？什么奶奶我会知，我嘛歹意思问啊。伊讲哦，已经走头无路啊啦，你来遮靠你啦。啊，搁徛遐硬硬要怎？伫内底啦，啊，毋紧伊也看哟，伫内底啦。嚯，你哦，春条啊！哎呀，春条啊，你要来吼，你嘛甲我通知一下，我同啊传一寡车古亭人西团啊，可以大滴去甲你欢迎啊。那是安怎？一直哭啦？你看到安样欢喜点？来，坐。哎呦，哦，啊，阮遮大汉哦，我水哦，啊是讲，那个人家问甲你来，啊，请问甲无准的？哎呀，无出息啊！哈？阮大家就无出息，拢怪我。
赶出来，叫我拢莫回去啊！啥？迄个老查某真凶恶哦！行，从我等下带人，我好好甲伊交代者。行。无效的啦，我甲伊求过，我甲伊冤家，伊足固执的，安怎讲拢讲袂通啦。哪有迄个讲袂通的？林家安怎讲嘛算恁兜店，啊你嘛袂用咧总为伊一句讲不准，啊你全然点了认输伊哦。我毋是林书，我是林明。搁再讲，阮大家的心理变态。要是我搁继续留喺林家，总有一天我会变甲伊共款。不管，阿兄，我即摆已经无厝通转，我甲恁来我考虑，所以我根本无想过。我要做啥女婿的头家娘，啊，毋过这嘛算是咱大家的，嘛算是咱兄妹仔的啊。啊，另外大家做有做袂，我嘛袂当去恁家受委屈，看人袂成。春条啊，我真情哦。写配互你，甲你讲我咧开旅社，我拢咧骗你的啦。你讲啥？hen啊，我无咧开旅社啦，我哪有才调做旅社的头家？我是伫遮咧食头路，求人客做三七啦尔啦。哥，你定下甲我调钱，讲你会做生意啊？我甲你调钱，是要甲你讨报销本啦。啊，遐个钱哦。我拢报销输了去啊！啊，毋过你明明毋是讲旅社叫做英勇大旅社，是因为你名内底有一个用字啊？嘿呐，阮头家的名哦，是有一字勇字啦，也毋过英勇两字是阮头家的名啦。原本我想讲，我搁有一阿兄头外口。大家予我的钱，我拢无摕呢。我辛苦赚的钱，就拄好坐火车，想要到你。顺着啦，是的啦，我即马嘛毋知要甲你讲啥。哎呀，对你真袂得价，哎呀，对不起你。你即马讲这拢无路用啊啦。要去倒？要安怎？我啥物拢袂晓，啊，代表我亲仔混大汉。迄个春条啊，免烦恼啦。啊，等你都讲过啊，啊，等恁阿兄甲阮吼，较袂输家己咧。啊，因有啥物困难吼，啊，无咱大家吼，才来参详啦，免烦恼啦吼。是啦，啊阿雄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伊若无要照顾你哦，敢若恁爸都唔放会煞。袂啦，我的人袂安尼啦。头家你，多谢恁啦。你免甲我多谢，迄我是唔甘互恁哦小妹仔因母仔囝安尼咧可怜啦。春条啊，啊无吼，先来去内底洗手面，啊用完无，啊来再食饭，吼。来，你来抱咧，啊来来，行，你来我抱一下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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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来，你再来，春条。你有你，只干爱操蛋啦，爱讲白贼话啦，他就铁板啊哦。那你小妹来啊，拍算安怎？我就细汉10外岁啊，我就离开故乡，想讲要起来台北打拼，看他某一个见面袂，看他较请影袂。结果我咧无100年头，到即嘛咧做37啦。啊！钱无趁着无趁见，
免阮亲小妹塞欠钱，煞讲输甲打屁屁。我实在是有够了然的啦，我。你唔拿了然，你扣格啊！代志到这来啊，其实责任嘛无效。你想袂来，好好甲安搭，以后代志慢慢啊想办法，知无？头家，歹势，互咱请少问一下，你知影附近有一间叫做英雄大陆社？英勇大女校，嘿，这是金山啦，唔知影咧。知影吼，多谢吼。免。创啥啦？这出外人啦。去遐。奇怪，我哪拢找无啦？小姐，啊你找咯？是啊是啊，小姐，咱请少问一下吼，你在大场徛啥吼？咱附近是不是有一间叫做英勇大陆社？英雄大路上，我知，你好，回家这条路在延平北路，直直行到底，啊过你到正湾，正湾你就看到一个菜市仔，吼菜市仔你就过菜市仔第二个红青灯，你会去倒湾，倒湾菜市仔第二样嘿倒湾，啊倒湾了后直直行到底，就是英雄大路社啦，嘿嘿，多谢吼。免客气啊。看上我一个吼，安尼哦不动，哎呀，伊咧小妹佫遐尔啊少年，佫遐幼秀呢吼。遐少年遐幼秀是要创啥？一个查某人哦，若嫁唔着翁哦，生佫较水，就共款歹命啦。得对嘛，啊，才像我嫁甲你即款了，哈，哎呀，歹命一世人哦。哎，你即摆是咧讲啥个安尼？啊无啦，我讲安尼是讲唔对哟。喂，英雄大女社，房间有。当家来坐，要托马里还是要求去？咱请问吼，你这头家是毋是叫做阿雄？为你袂吃袂困，心思拜头白昏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当家来坐，要托马里还是要求去？咱请问吼，你这头家是毋是叫做阿雄？我就是阿勇啦。等，你要找阿勇，啊是要找姓丁，还是要找姓赖？伊姓赖。哎呦，好佳哉！不过我即声哦，会死甲真歹看哦。歹势吼，你讲迄做赖上勇啦，啊若伫迄遮吼，阮拢叫阿上啊，啊若徛我这边啊吼，这一箍镜头这阮翁，或者郑英勇啊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歹势我毋知影。免歹势啦，毋使要紧啦，我是先甲你讲一声啦。这件代志吼是安尼啦，那阮这间头家吼，号做阿勇啊，又做阿上啊，拜托你毋通叫毋着，后摆吼则袂认着头家哈。原来头家是伊哦。啊，毋过我听村长讲，哎哟，迄村长啊误会啦，啊你就听我的就对啊。村长啊，你捌村长啊哟？我是村长的小姑啦。小哥，请问村长敢有伫遮？有是有啦，啊都。即摆人伫倒？这位小姐，你找村长要创啥？我有一个话想要甲伊讲，敢会使拜托，我甲伊见一下面无？你要甲伊见面，迄当然是会用的啊。啊，毋过恁母啊，敢毋是甲伊赶出去？啊是安那？即摆恁母啊后悔，啊拜托你请伊倒转去遐。歹势啦，这样代志我讲唔清楚，我敢会使拜托两位，我见村长一面好无？毋过。好啊，人个家内事莫共插捌济啦，互因当面去瞧瞧样，无咱个代志啦。头家你拜托啦。好啦，叫阿姑，阿姑，了。阿兄，伊
伊搁遐尼细汉，哪能叫阿舅啦？大姨要2岁啊，怎么袂晓叫阿舅？哪有可能？来，讲叫一声哦，恁阿母听咧。阿舅，你若叫阿舅吼，这个汤仔饼，阿舅总互你，吼来。春弟啊，有人要找你哦。春弟啊，你来遮创？我是专门要来找你。找我？我毋是讲过啊，我无想过去看你。不管你对我有啥物误会，我无想要解释。我只是希望你紧甲阿芬带转去厝里，好无？无可能，我死拢袂转去。春弟啊，伊是啥啊？伊是恁家的啦，无村的小妹。无村的小妹，啊，恁小姑啊？安尼好，是恁老母叫你来的，恁连家是头我确认的呢。阮村着啊，正怪查某囡仔，伫恁连家，互恁苦毒甲安尼。无你是安怎？你掠准讲大甲无是大人啊？我甲你讲，爸母无伫咧，我行动为大，我是村长啊大兄。即摆我做主，你若要带村长转去营里，叫恁老母家己来。我带伊来马祖间站街头，就抓处哦，伊袂阁苦毒阮村长啊！兼办到搬到去迎接阮村长，斗转去安尼代志得，莫讲阮后头厝的人歹扭啦。哎呀，若无，叫总统来讲都讲无是。阿兄，你免甲伊讲安尼济啦，阮大家是无可能叫伊来。是安怎讲？你毋是？你问伊啊，敢是阮大家叫伊来？我上了解阮大家，就算伊做毋对代志，伊也无可能承认。伊这款个性，哪有可能来叫我转去？啊，对无？你讲啊，敢是阿母叫你来？是我家己要来。我就知影，既然安尼，阿母根本就无承认伊家己做毋对，对无？春弟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我要叫你离开林家？伊做啥代志，敢搁理由？伊无介意我，就赶我走，敢搁啥物理由？春弟啊，阿母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啊，伊个性有较固执一些啊，也毋过你嘛要互伊一点仔时间啊。我相信吼，你若要转去林家，伊一定会接受你的啦。接受？谁做就爱答应接受我？明明就是家己做毋对代志，伊凭啥物？伊赶我出门的时阵，我是安怎求伊，是安怎拜托伊，伊拢袂听。上尾我甲伊碰啊昏头走，我是阿母呢，我就甲伊做啥共款，一口气，我绝对无办法好你的啦。春弟啊，啊你迄时阵哪不爱长斗3工呢？我知影你袂来找我，也毋过你会使找阮阿爸甲阿海啊。阿母来看阮阿爸甲阿海啊，加叫伊嘛互因一点仔面子，无一定，伊嘛会当化解你甲阿母的误会啊。你就是我无受着晓，我根本无时间去找别人啦。阿母会赶我走去食，你连去啊拢无好卡着。第二天后早伊就叫我走啊，我哪有时间去找斗3工？我应该做，该是想办法将阿文抢在我身躯边。是来抢我囡仔对无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哎，春弟啊，等你走！春弟啊，啊你第下要创啊啦？啥物代志转出来？我是无跟他，甲阿文抢转啊！你搁叫我转去？到底做啥物事？你讲！春弟啊，你听我解释好无？春弟啊，好，我知影，我知影哈。阿母歹认你这查某囝，所以你硬硬有带转去巴结伊对无？想要转去林家做伊的乖查某囝对无？你讲，春弟啊，你莫安尼，无你听我讲好无？我袂晓，听我袂嘿，春弟啊，敢唔通啦？哦，好看啦，啊这真正去挂着看要安怎豆豆讲啦哈。春弟，我会记你爸爸讲过一句话，你讲咱一世人是上好的比友，上好的姊妹。是安怎我讲话你会袂相信？我定是相信你，才会互你骗去啦。我袂讲遐尼戆啊！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人茶无够，水无流，你莫搁跟我讲我停啊啦！小哥，我互恁先出去啦，汤阮小妹即马等咧风火头吼，互伊较冷静一下，下工再讲啦，吼。
家娘，请问你即摆还有房间无？我会使踮遐住一下无？房间哦，敢若无啊哦。太无，房间我存足济啊。你点点啦？头家娘，即摆遮尔晚，台北即个亲密所在我也无熟，较剩遐若房间，你互我住一下嘛，明仔日透早我就随离开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头家娘啊，等伊安尼家一个查某人啊，外口暗面刷了，啊，真正无底气危险啦。互伊大一暝啦，反正明仔载就要走啊你。好啦好啦，互大头要紧。我话是先讲正经哦，若要做我这间女舍哦，阮的规矩哦是爱先纳房间钱哦。哎呦，水某的，这条规矩当时改我哪会唔知啊？敢是身份证倒着，过转讲要退房才纳钱？你是无讲话真艰苦呀？头家娘，房间钱我先拿无要紧，请问遮住一摆偌济钱？250就好啊。好。我的钱呢？你的钱拍无哦？对啊，我是放在内底呢。无第迄卡，敢袂得另外迄卡？无可能啦，我的钱拢放在遮。哎呦，真正找无呢。头家，我的钱放去啊呢？当家叫捡你也捡去咧。我嘛唔知，我唔知我是当时放去的。哎呦，无要紧啦，小姐，我甲你报啦。你咧活计吼，阮遐搁去一块仔吼，遐有一间派出所，你会使去报案啦。你敢毋是讲无地困？你有拖在派出所遐大，你当信一条细条的了。哎呦，水某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哪有可能叫伊去困派出所啦？你叫伊去困大楼头，你有够气哦！无要紧啦，头家娘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安尼我就莫甲恁搅了。哎呦，你手哪老虎呀？哎呦，毋拄才迄个卡刀开着的，你小等小等，我来摕哦，你顾顾，无安尼开出10条筋，袂用你啦。免啦，这无啥要紧啦。尼桑，拜托你考卷剩条转去好无？伊思念囡仔，囡仔搁较需要伊。这是细汉的囡仔，无老母的身躯边是足可怜的代志。水某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咱手去回着啦。说不要讲，叫伊转去。哎，真可介意，我就等下回啊。我回来回去，我傻啦，都可以不懂。春条啊，恁大家到底是啥物原因，甲你赶出来哈？我毋是讲过，阮大家做啥代志，是免理由的。春条啊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你嘛甲阿兄讲一下，阿兄会烦恼呢。春条啊，好啦好啦，无我莫问啊啦。你嘛莫安尼由头到面，你放心啦，恁母仔囝的生活吼，阿兄会来负责啦。你连家己都饲袂饱，你要哪负责？你要饲阮母仔囝？
你做。我是遐尔啊相信你，我把我所有欠的钱拢交予你。安尼啊，你哪会个骗我？春条，你莫生气啦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不应该骗你。要不过我无骗你，我嘛唔知要甲你讲啥，我总袂用甲你讲你唯一个大兄伫咧台北咧做37啦。我会骗你哦，我嘛是孤不二种的。对我结婚迄天你无来，我应该就摇着啊。我来遮尔好，我哪会拢无想到啊？阿兄，迄拢是因为我对你太信任啊啦。我知影啦。你知影你搁来骗我？我就知影，你根本就无关心过我。春条啊，但你唔好安尼讲哦，我无去台南哦，我实在是。是安怎？出国做生意，无法度来是无？事实上哦，你要嫁迄天，我天也未光，我就去到车头啊。也毋过，不管我伫车头徛偌久，我都是无迄个勇气通上车。所以到路尾啊，我毋才会拍电报予你，甲你骗讲我人伫咧国外。怎么你是我的亲小妹？你要嫁人，我嘛希望转去台南甲你留者。也毋过，我都唔敢你咧。你是我亲大兄呢，哪有啥唔敢的啦？春条，你嫁予医生呢？嫁予医生是偌公用的代志，迄场面一定真请呀。我是惊讲，我若转去，互人知影你台北有一个大兄伫咧做37啊。写诗写情啦，会去笑破人的嘴啦。你是我的亲小妹，我哪有无听的道理？当年阿爸要过身的时阵，你也照细汉仔，你唔知影？伊甲我叫去伊的眠床头，手按按啊，一直甲我牵咧。再三甲我吩咐，伊甲我讲，国用忠信，家重点子，讲我是大兄，讲我叫我着用靠志气的，好好照顾小妹，唔通互人笑无爸无母的囡仔无路用。迄当阵啊，我背，我着对天就抓。我一定要认真打拼，一定要赚大钱，互你有好日子通过。等你大汉了，要嫁啊！我一定要驶一台乌头车，车柜拖拉开加装包一个大红包互你，互众人学你讲，你的后头厝好野人有才情。所以。你要嫁进前几工，我唔才会走去甲阮头家借钱，走去交店工练跋三卖三日，想讲拖互通啊趁一个大红包转来互你无？免来知，命带骨啦，用刀写袂落。原来遐无交文，规身躯的钱输甲大屁屁。要嫁又讲，我手抓，我真正是车头徛足久的，足久的。我嘛唔知徛偌久，徛到个车头的警察来甲我赶，讲惊我想袂开要自杀，讲叫我着爱想我开，全甲我赶出车头。迄当阵你敢知影？我一个心肝像尖咧位共款，规身躯拢麻起来。我就感觉讲，我哪会遐无路用？我敢若袂输废人呢？我根本无迄个资格通转去台南看呢。兄，莫阁讲，莫阁讲啊，拢过去。不管你有来还是无来，都已经无重要。
经无退法。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白头白昏。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莫搁讲啊，拢过去啊。不管你有来还是无来，都已经无重要，我已经无重要。哇，乱烧香！我知啊，你是啊。小囡仔啦，你随便拍人嘛。好，你问我是啥？我讲要问你是啥？你是要捅我哪里啊？你袂记啥？刚刚搞我抓到家来，你讲到就是啥？讲到就是啥？哪有啦？你莫学白想，咱莫误会好唔好？我亲目睭看到，讲我。嘿，叫你放小呗，你哪个碰我遐啦？哎呀，讲叫个这样轻哦！哦，你要我气死，你要我气死，你莫走，你敢放开？你敢放开啊？你莫走你！接到，你唔通去等来。你嘛较定着咧听我讲。你会记得袂？我捌甲你讲过，讲我有一个小妹叫医生，叫医生的小妹。春潮啊，你会记得袂？春潮，你真正是春潮哦！菜哦。你这样较早甲我讲啦你。讲到一支长长来讲，啊你一晚屁袂叫，敢若死狗将茫茫咧，我哪有机会通讲啦？气都气死！哎呦，春潮啊！哎呦，真实的啦！我伤过冲动啦，我无问好清楚，就安尼起骹动手，啊有法度无？无啦。是嘞啦。啊，毋过你嘛袂用怪我。你唔知影你这个阿兄哦，定定甲我出状况啦，3、2工仔都想要走私啦，吼，实在哦，是有够偏激的。好啊啦，但你是讲尾仔要冲啊，较细声哩啦，唔通去吵到囡仔。煞唔知，阮查某孙仔啦。哟，叫我看，叫我看。等你是咧哭啥啦？我欢喜啦，哎呦，啊你是逐摆都安尼啊？哪有法度啦？我大概若是看到囡仔，我都会安尼。查某人哦，若是有囡仔，真正是种幸福。我就是感觉，这个查某人若是有囡仔，伊的人生才会当算是完整的。所以哦，我就想要生一个囡仔。不过，这个愿望哦，唔知影什么时阵才会当完成，也唔知影什么时阵才会当听到我的囡仔叫我一声妈妈。哎呀，伊到底是啥物人？关好。啊，都你袂过问的阿嫂啦。对啦，我叫做阿青啦。啊，拄则真正歹势呢。你有思念阿母无？会是。阿母无伫你身躯边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一定要勇敢。会是。
你对我勇敢。哦，这个死影上实在有够超过，天下敢哪有这个辛劳啦？即马几点也无看人影，即马若来哦，绝对要甲扣薪水啦！哼！卡动手动脚动开，头的啊！啊，你慢慢会遐动算，我嘛才慢，是大久啊尔，你就要甲扣袂紧。啊，你团队敢真正会赶口哩？敢真正会记情会用笑死啦？有啥物好笑？啊，上班迟到本来就是爱扣啊，敢一定爱安尼？扣。啊好，要扣做你扣，后摆你若要走私，莫来找我。你莫遐大声啦！我哪有大声？我是讲走私，莫来找我尔，我哪有大声？我哪会敢啦？我是袂安尼，是你敢安尼叶叶替你暗讲一寡袂见情的代志啊！莫遐大声啦，内底会听到啦。嘿，我，好，我要搁讲，你莫假叫我讲，你讲等下。你两个搭伙人是咧必须话都创啥话？我给你，我你讲我人家斗跟你。练拳。听到袂知咧螺丝卡，你会甲人练拳哦？对啊，啊无你煞免问阿雄，对不？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拜头爱伊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阮在练拳。听到袂知咧螺丝卡，你会甲人练拳哦？对啊，啊无你煞免问阿雄，对不？对，头家你讲对，我哪敢讲唔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歹势，你照记。头家娘，阮小伯要来咱遮做女中，头家拢答应啦。嘿，啊我当时伫咧公园边啦，当时啊无咱拄则是咧讨论啥，无敢咧讨论。对，讨论恁小妹的代志。啊，你拢答应啦，对。嘿啦，迄是有影啦，啊，恁女婿是欠骹手，啊，毋过吼，啊，若春潮来遮做事，啊，因查某减落去寄保证。头家娘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去买一个囡仔车，做事的时阵会甲囡仔放在内底，袂去耽误你的工课啦。好啦，我就知影头家娘你的心肝上好，我参你。头家娘，多谢啦。袂啦，哎哟，啊，你敢毋是讲你学校读册的时阵，你是学会计，安尼好啦，你除了做女中哦，啊，若有时间哦，你才甲我顾一下小目咧，吼。斗顾笑，啊无啊，水某的，迄记笑是我的工课呢，啊你无定无地叫春潮是要创啥啦？嘿，啊，你是耳讲叫牛打蜡去哦，我是叫伊来甲我顾笑，毋是记笑，记笑有那是你的工课啦。伊来甲我斗顾笑的时阵吼，伊是要监督你，到时阵我再看你要安怎样歪哥哥。哎呦，啊恁翁仔某做遐尼久，你煞袂信任我？无法度咧，你太歹底路。那讲到恁这个查甫人吼，哼，拢是相像的啦。你若会变变哦，天会落红雨啦。我看恁两个吼，当咧欺母欺差吼，我就知影吼，绝对吼无咧做啥物好康的代志。我甲恁讲哦，你上好吼是莫出拳哦。啊，若无到时阵我掠到掌头吼，你就皮变较红。有听无？春潮啊，来，我甲你教一寡笑目，来。好呀，咱听侬讲，恁某实在是厉害。啊，甲恁阿青比起来，一个半斤，一个8两，总有一句话，咱后世人带咧等。我看毋若带咧等，咱两个下世人根本都找落配了。你这死人个性哦，都要小改啦。你是后够歹思考的呢。讲起来哦，我是后啊真钦佩啊春潮啊甲阿梅啊啦。有法度来思考遮尔啊侪年，啊拢无半句怨言。你若要来遮吼，你倒来互讲入来比家己行入来，更较幸福。你讲是啥意思哦？因为阮遮吼有一只老妖怪，只要你逃袂过我的检查，我拢会甲你照常抬头。我知影啦，我绝对吼变啊清气清气。啊，即摆阿梅离家出走，你还阁带因兜安尼出入入，
人安怎讲你知无？人讲你可袂拆散因翁仔某紧去坐阿梅迄位。啊，万不是阮海，若是无甲阿妹仔带转来啊，我哪会可恨阮海，紧甲阿妹仔来带你做某啦。我爸啊，袂用的啦，安尼对阿妹无公平啦。啊，我无安尼做，啊，对你敢有公平？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下长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